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33个本土病例，已经是连续4天拢上百例。指挥中心也希望这桃园以外民众也得爱小心细致。乌克兰军队伫咧布查这个乡镇，发现有数百名无辜百姓去互罗西亚军队杀死，不过罗西亚确实唔承认这手段粗残甲罪行。台湾头一座格莱美包装设计奖是由台湾设计师李正汉甲吴宓摕到，因也讲台湾是一个美丽和平国家。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33个本土病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湘北家人的病例数也是真济，就要提高警觉。另外，有一个20多岁少年家感染了后变做是重度患者，伊本身有注过2档疫苗，无注第3档，目前病院也正在使用瑞德西韦加治疗。另外，有一个中国演员叫做王喜的，伊讲伊入境台湾的时阵做采检，去互动片空，动甲流片血。甚至伊伫网络顶头甲医护人员洗面，但市长表示讲，台湾有台湾的法律，无允准任何人对医护人员使用言语暴力。新竹县卫生局初三半暝伫病院急诊室外口紧急设免费体检站，因为增加4例新冠本土确诊病例，拢是病院住院病人，社会大众食喜酒产生个案。卫生局随时开始针对全院员工批下采检。今天跟明天我们也加开免费的PCR 的社区筛检站哈。那今天是在大安医院晚上6点到9点，那明天也是在大安医院，是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是2点到5点。本土疫情连续第4天超过100例，这是增加133例本土病例，其中家人小吃店群组相关增加39例上济。第二是新北亲友校园群组增加18例，新北中和社区群组增加4例，桃园工作社群组增加2例，大潭电厂群组增加1例，台中食喜酒相关新增加7例，旅行社到花莲一间病院产生群组增加4例，桃园宜兰舞蹈老师群组增加6例，通报疫调中有52例。警觉还是不能不能够放松。台北、新北、桃园、基隆，这都要持续的维持高度的警戒。另外，也增加1名20多岁本国籍男性重度肺炎确诊个案，本身有慢性病史，注2期疫苗超过5个月，无注第3期，目前使用瑞德西韦等药物治疗当中。那 CT 值是29.3，那住院隔离中，那使用氧气的鼻管，并接受瑞德西韦、抗生素等药物的治疗，并未入住加护病房。针对香港名车王喜伫社群网站发文指出，入境台湾伫机场采检时鼻孔流真侪血，对医护人员表达不满。但是中态度强硬表示，采检所在因讲是医疗机构，无针对医护人员有任何行为或者是违纪的暴力。我们是不允许对我们的护理医护人员，不管是行为的暴力或是语言的暴力，这都不被我们所接受。我再次强调，有任何不舒服要申诉要怎么样，这都有它的一个管道。好，那我们再讲来者是客，我们要让他尽量能够宾至如归。但是台湾有台湾的法律。伊欢迎进行团出确诊者，但始终强调各部会拢有接触可能性。卫福部已经展开自主应变，互有接触者第一时间就分流做快筛，后续自我健康监测，真紧对者按进行，渐渐来做效率会更较悬。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湘北地区疫情是继续伫咧逼，甚至这找无感染源的案例一直伫咧拖。新北市三峡的国小老师群聚案增加19个人确诊，干那这个案件目前就79个人感染。另外，伫中和的公务社区群聚感染案增加4个人确诊。现在讲到台北市的部分，台北的南港、高港有9个老师学生确诊，伫上山也有一间做过来中心的这内面有员工来确诊，目前市政府拢已经介入调查了。台北市松山区一间护理之家有员工确诊，台北市政府紧急安排91人采检。今天有安排防疫巴士到机构完成全部人员的采检，现场我们会依照采检结果还有疫调的结果来妥善的安置。台北市政府透露，进前后两一间产后护理之家人员确诊，采检273人全部阴性，各完成安置。台北市初时增加23例，除了产后护理之家，南港、高港也传出确诊案例，8学生甲1名老师染疫，全校2425个师生，轻至到校，10至恢复上课。
全校的2000多位的学生跟教职员都会停课到4月11号，那暂时停止上课，在家学习。台北所高百货公司特点群聚案已经有7人险刑，百货公司员工800多人快筛，无阳性反应。另外，伫台北市大地的国防部也传出业务承包厂商人员确诊，共办公室有3阳性，扩大扩列116个接触者 PCR 有1个军官阳性，其他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隔离。新北市疫情是增加46人，其中5个毋是居家隔离新增案例，包含疑似467住伫新店机场甲活动地点伫台北市。鼻水看医采检阳性，疑似561个也是住伫新店，因为那后无爽快确诊。疑似468住伫新庄10外岁高中学生也是看医生确诊阳性，也佫有疑似560、疑似567是共大亲人住伫土城，因为身体出现症状确诊。居家隔离确诊部分3级，一间国小科诊老师案例增加2个老师11个学生加6个共大亲人确诊。我们昨天也是有41个。那再来是19个，再加上前一天的19个，我们总共是79个。那目前这个案子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像那科技厂案居家隔离的543人，初三该隔离进行PCR全部阴性，会伫10月复工，其他员工伫初六企业快筛阴性等复工。另外，中和社区群聚增加4例，中央甲新北市政府都认为已经有开收一点啊。记者综合报道。上班看线，咱来看到基隆，讲到基隆疫情是还未完全稳定落来，今仔日有关有31个人确诊。除了这小食店、警察局校园以外，即马搁再增加教会，也搁有顾婴中心都出现一个确诊的病例咯。市长林佑昌表示讲，这2个所在人较侪，而且会互相接触，风险当然就较悬。另外，看到这汤的部分，今仔日增加15例。市长郑文灿表示，这海洋大学自残案例呢，已经拖到一位27个银行人员，将有可能会造成另外一场工课场所的群聚感染案。警察排队准备做体检，这是基隆警察局头前设立的 PCR 体检站。而这样大动作是想要彻底阻断传播链，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个警察确诊啊。对个案的这个匡列追踪了隔离这些，那另外还有就是在社区的筛检也都没有停过我想这些我们原先有的这些手法手段我们都是继续在进行。国内本土疫情阁增加133例，基隆就有31例。值得关注的是安乐托养中心新增加2个确诊者，是某一个物流群聚案拖出来的。因为确诊者的工作性质会接触到囡仔，已经紧急扣列职员，甲囡仔做 PCR 采检。另外，某一个教会群聚案嘛增加3例，因为这个所在室内无够通风，风险较悬。现在警察群聚案新增加6例，有5例是居家隔离的时阵验出阳性，一个是某一个分局长的司机，初初疫调的时阵并无互扣列到。他确诊了之后重新疫调，后来发现他实际上是跟这个苏分局长是有足迹的一个重叠那我也要呼吁所有的警察同仁有相关的足迹一定要确实交代。桃园市嘛新增加15例，其中14例拢是扣列居家隔离的期间确诊。值得注意的是，海洋大学自残案拖出来一个21个银行行员确诊，可能会引起另外一波工课场的群聚案。也有暗号245771，伊的亲人住院的时阵伊去陪病，第一届采检是阴性，后来第2届采检变阳性 ，CT 值是14，也会调查伊可能的感染源。这个也是一个独立事件，我们必须要针对该医院进行疫调、匡列采检，来确定他的这个可能的感染源。另外，宜兰新增加6例，其中5个人拢是辅导班的学生。虽然是伫居家隔离的期间阴性转阳性，不过学校唔敢大意，要是加强消毒。老师确诊时，他们呢被匡列居家隔离，采检阴性，但最近出现发烧等症状。即马新冠本土疫情阁压起来，国内几间学校拢传出有学生确诊。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到4月初1为止，已经有10个县市49间学校采取全学校或者是部分的班级停课。教育部嘛呼吁，若是连假了后学生身体无爽快，都要随做通报，嘛唔通去学校，爱赶紧去予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最近国内本土疫情继续伫咧逼，有专家认为讲，这批疫情就反映出民众进前做的2档疫苗开始失去效力啊。认为这本土病例可能会逐天出现超过500人感染的情形，而且伫咧4月中的时阵上介严重。加在这批疫情有90%以上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不过外界也伫咧烦恼讲，若准甲轻症的2个人关做同一间隔离，可能会造成这个互相感染。指挥中心表示讲，目前确诊的病例拢是 Omicron， 若准感染到 Omicron 无共型的，袂变严重，重复感染的几率也是真细。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当地的滚价，已经连续4天确诊人数超过100个人，而且病例数要持续咧增加。针对这点，公卫学者表示，民众第3档疫苗的注射率停伫5成伤久。这波疫情是反映进前注2档 AZ 疫苗失效的感染情形，过来是注2档莫德纳的保护力嘛伫要无效啊。而国本土确诊人数会牵关到每1天500个人，4月中是感染的高峰期。如果我们的第3、第4打数率没有办法很快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数率大概预估大概就是会可能最高大概就会到500吧。到在为今年1月初1到4月初3为止，累计1713个本土确诊者，有99%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患者。为了确保医疗容量，指挥中心顶日宣布，65岁以下无症状或者是轻症，而且生活会当家己处理的人，伊就送加强版的集中检疫所或者是防疫旅馆，会当2个人住1间。不过外界烦恼讲，安尼可能会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2人一室基本上还是要疾病程度都相同，也都是比较偏向那个症状稍微轻一点的哈。如果是有人是症状是比较严重的话，那可能还是单人治疗可能会比较安全。交叉感染的几率是相当的低哈。那如果发生，目前来讲以这个少数的案例来说，也都没有加重病情或者是导致重症的这样的状况发生。指挥中心强调讲，新收治的个案大部分拢是以 Omicron 为主，交叉感染的风险真低。若感染过 BA.1， 对 BA.2 有真强的保护力，过去活着的机会是真少。进前嘛有实施2个人住1间，是做伙住的亲人，可比老母甲囡仔或者是翁仔某。也若解除隔离的条件是以个人为主，未受到对方的影响。未来若是佫出现新的变种病毒，或者是医疗容量有扩大，拢会重新检讨隔离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旧历的3月特别到啊，咱讲3月小妈祖，大家妈祖绕境进香，也个苗栗白沙屯要往北港政府，一声都要来举办咯。不过庙方吼，咧针对着咱的防疫政策来做改变，即马庙方拢会做一张大纸，若准有注过3档疫苗民众，才会当去换。不过庙方也讲，就算无注，敢若会当可抗无多强制。有真侪信徒表示愿意配合防疫，而且对台湾的防疫水准是真有信心的。大家镇南宫妈祖高岗八暝进香要紧，特别伫咧初八起价，清明连假信众客伫临时柜台提出注3支新冠疫苗证明，指明要换镇南宫疫苗3 OK 卡参加入境。民众表示对台湾防疫水准有信心。台湾人水准很高啦，不会那么就是不会因为疫情的问题而没有去做这个防疫的问题了。是有信心。对啊。我觉得镇南宫发行这个 OK 卡也有配合政府的政策，提升第3剂的施打率啊。我觉得这个 OK 证的政策还算不错啊。大家嘛进香绕境，重点是家己新港奉天宫。来回340公里是全台湾上盛大绕境活动。今年佫受到疫情考验，起价进前连续真一天本土案例超过100例，庙方应要求旧版店头爱注3支疫苗。不过对参加绕境的信众，可能规范提疫苗3 OK 卡才能进入庙门，因路无强制力也无法则，是否呼吁民众配合防疫，而且庙方因路设点验证。大甲镇南宫绕境活动的9天8夜，沿途也会设点办理识别证的兑换作业，提供中途加入的民众携带小黄卡，接受验证核发识别证明。工作人员赶工做特殊的备种，标的白沙屯宫天宫妈祖10月开始开放信众报名进香，也要爱做3支疫苗证明换备种。去年有8万人报名，今年预估会有9万人。那我们拱天宫凡来报名的人，你有附防疫卡，我们才有一个背章哈我们有一个背章，就是盖一个认言，防疫友善，进香安全 OK
的一个章子哈。向天宫妈祖会伫个5月20日启程去云林北港进香。庙方表示，今年确定无法度提供一人带一间的防疫条件，所以请信众家己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今仔日是清明连假的第3天，真侪民众趁好天拢出门去行踏，早起高速公路是真正常。不过高公局也预测有13个较高塞车的路段，特别是国道5号可能会塞车塞到半暝啊。虽然这冷气团有减少甲温度有变较烧热，不过早暗的温度也是差真侪哦。那讲到这个拜山的时阵，有过另外一阵东北季风要落南，北部、东北部温度会搁较降，请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宜兰大溪这间饼店内底人是满，民众把下晡天气出来佚佗，警方也伫重要路口来部署警力，疏解车流。只有今天才出来。我今天才出来哈。车流的状况怎么样呢？都还蛮顺的。疏化解车流是达到国5苏澳这边，员工变做停车场。还有年假还有一天就塞这么长了吗？不晓得，明天应该更长。根据高公局有估，测试的国道全线交通量是118万车公里，是平常时年平均的1.3倍。一天内总共13个较会塞车的所在，包含国1北向新竹到湖口，国3北向的关西到大溪，加国5北向宜兰到白拿，拢出现车流较大、慢慢行的状况，尤其是国5强行塞到半暝。国5北向的宜兰到坪林路段，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那车速会稍微比较低一点。另外，在冷气团减弱下，测试北部甲东半部高温来到20到24度，中南部大约是25到27度。气象局讲，这5休假一天，各地也是侪云好天的天气的形态，不过日夜温差依然真大。虽然初6拜三的暗时会有1点东北季风南下，北部、东北部天气会稍较凉。那到时候的气温在北台湾稍微下降个1度左右。那到了周5之后，这一波的东北季风会再减弱，那各地的风向会慢慢的转为偏东风到东南风，气温回升的幅度会再更加的快速。另外，伫南海菲律宾东方海峡即阵相当适合热带系统的发展，气象局讲，是不是有热带性低气压，也是风台形成可能性，也需要密切观察3天到5天，才有更加确切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消防局今日下晡2点多，有民众去报案，讲伫和平区大卡溪溪底有人渡水，警消警官去到现场认定，这个应该是来钓鱼的民众，不过已经无传开啊。本所接获报案，在古关旧电厂大甲溪河床往马林方向发生民众疑似溺水案件，员警及警消赶到现场，发现该民众已无生命迹象。死者身上并无证件，身份及死因仍待厘清。警消人员伫下晡3点半左右发现到这个死者，现场评估认定已经是死亡。这个查甫人真有可能是来钓鱼的，不过伊身躯顶无载任何证件，身份的部分也佫伫咧确认，事故原因也等咧调查。讲到台铁又再发生事故咯，今仔日有一台落南的区间车，在去7点过的时阵，经过苗栗南市磅坑的时阵，说是白虎打洞撞到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是当场死亡，事故原因也等咧调查。讲到这站车祸害1500名旅客受到影响，目前已经恢复双向通车了。东西先聊，东西先聊。台铁人员架好铁棒，为事故列车上旅客接驳到另外一个区间车，而警方嘛到事故现场来调查。列车驾驶讲起事发的经过，也是非常惊吓。一瞬间呢，他从躲在那洞里面爬出来。4号上午7点左右，这个2011处的区间车行经苗栗东路路段南势磅坑时，当要出磅坑的时阵，弄到一个男子，虽然紧急动车，还是造成男子不治。警方嘛伫磅坑的撇车坑找到疑似男子的物品。台铁表示，这个2011处的区间车是为新竹开往彰化，上午7点左右伫东路发生意外。事发了后，台铁将苗栗到东路之间的西正线改做单线双向行车，还建议调派另外一撮南下区间车，将乘客接驳继续南下。火车误点了，知道。什么原因你知道吗？不知道。将旅客接驳到铜锣站，然后再用其他的列车继续续行。
那后续的事故的话，就是我们交由警方来做一个调查。因为是连假第三天，拢是运输的高峰，这起事件后代替人员是非常无言。虽然状况伫8点50分恢复双线行车，不过代替估计受到影响有8个厝，旅客大约1500人，所在原因还佫进一步来调查。记者苗栗采访报道。伫咧昨下晡，有一个2岁外的查某囡仔，甲突然出门，说互一只狗仔攻击，甲规身躯伤。县政府初步调查，认定这只狗仔伫咧当初登记的时阵是登记蓝种的狗仔。若准这只狗是比特犬，这罚金恐价会变做是无共款咯。另外有一寡流浪狗仔会落这经过路边这乌多巴或者是轿车。台南市动保处就替这寡流浪狗仔因的颔管挂一条铁管啊，若准备共入的时阵，拢会踢到这铁管，改变流浪狗的习惯。这只甲查某囡仔夹着伤的狗仔，屏东县府要求伊的喙爱挂套啊，避免伊佫共夹。初三下晡，坎顶乡一个2岁查某囡仔，甲因兜的人出门散步的时阵，去互别人饲的狗夹规分尸全伤。我冲去公狗啊，用迄种夹条的夹巴肚夹条的啊。查某囡仔送病院了后，目前生命现象是稳定。县府讲，这只共夹的狗登记是有蓝种的狗，那就是趁因主人咧困的时阵，铁链拎去，怎装出来共夹。会甲翕相比对，敢是比特犬，才佫决定接受处理的方式。也若查某囡仔家属嘛会当提告伤害，毋过伫咧调查的期间，主人要是爱甲这只狗仔关伫咧笼仔内。从3000块到1万不等哈。那如果说涉及比特犬的部分的话，那可能它就是从3万到15万哈，这个部分，而且这个狗是可以没入的。屏东发现有人饲的狗走出来共夹，其实平常时啊嘛真正看到流浪狗会去捉人或者是捉车。台南市动保处为2月份开始，该工作的流浪狗啊，颔管挂一个号做矫正器的铁管，狗啊若是咧走的时阵，因为头前脚受到干扰，都较袂共捉。跑步的时候呢，它就会阻挡它跑步，那就借此达到防止追咬人车的一个行为。管子的大小来区分，长度也有增长增短，看犬只大小来规定的哈，来试戴这个矫正器。动保团体表示，用过的矫正器是用竹啊或者是塑胶等的材质做的，较会断去或者是闭去，甚至可能甲狗仔挂着伤。这个动保处用改良了后的铁管，狗仔咧走的时阵，因为铁管袂一直控着头前脚共一个所在，佫会当阻碍伊共肉。虽然也是无自由，不过这是矫正行为的过渡期，袂永久挂的。目前台南已经有100多只流浪狗伫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国际新闻。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到达已经是第40天了。乌克兰的军队发现首都基辅西北边有一个乡镇叫做布查，这内面呢有数百名无辜的百姓去互罗西亚军队杀死，一寡死者的身躯顶头拢有去互苦毒的伤痕。乌克兰总统也批评罗西亚军队，讲因是在进行这款种族灭绝。欧美国家也认为讲，就要调查这罗西亚军队，不过罗西亚这边说是唔承认。东欧的坦克车轨道上是战斗的情形，乌克兰士兵行在其中，在找是不是要生还者。第5军宣布撤退基辅西北部的布查镇了后，乌克兰军队甲媒体重新返来守阵，看到敢亲像世界末日的场景，双手奉绑着的民众被军距离来处决，遗体就拄伫路边。另外，有的民众身躯也奉虐待的情形，被放伫水沟啊。也佫有伫布查教堂边仔的空地啊，也有黑色塑胶袋啊包着真侪具的遗体。美国卫生公司翕到13公尺长的窗仔布，这被认为是俄军大屠杀的证明。Звідки вигнали окупантів? Сотні вбитих людей, закатованих, розстріляних, мирних людей. Тіла на вулицях, замінована територія, заміновані навіть тіла вбитих. 那伫布查镇这所在，即阵基辅各地已经发现大约410具的民众遗体。联合国秘书长表示，有必要爱展开独立的调查。欧美的国家是一直来谴责，也协助来收集证据。不过对着布查大屠杀，俄罗斯国防部是一直否认。Die Ermordung von Zivilisten ist ein Kriegsverbrechen. Diese Verbrechen der russischen Streitkräfte müssen wir schonungslos aufklären.
那无过被刑遭到杀害立陶宛纪录片导演科维达维丘斯传出在马里坡死亡。路透社报道指出，车里迄天导演所坐车互俄军的火箭拍到，送医不治。另外，科维达维丘斯继续捌拍马里坡相关的纪录片，在柏林雅典真受到注意甲欢迎。Ну, из последних слухов, которые до нас доходят, это то, что, это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источники, это то, что Россия перебрасывает свои войска на восток и нас окружает в кольцо. 虽然乌克兰军队慢慢收复基辅周边，不过北约组织警告，俄军不是真正来撤军，而是将战略重心转往乌克兰东部地区。美国受情报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用在5月初9纪念二次大战纳粹投降的胜利日进程来完成任务。公视新闻王필文编译。伫咧美国的加州车3半暝发生枪杀案，造成6个人死亡，12人受伤。警方表示，这嫌犯有9个人，不过目前拢还未抓到。美国阁发生枪击案，即个是伫咧加州的首府萨卡缅多市中心的第10街甲 K 街的12路口。车3半暝2点，雄雄有枪声，民众是行到伫咧街仔路大声喝休撞来撞去，几个人因为着枪倒伫咧涂骹。案件发生的地点是袂少在地少年人聚会所在，餐厅甲酒吧袂少。同一条路的金州第一中心体育馆是职业篮球 NBA 萨卡缅多国王的主场，洲际花大楼就伫咧无偌远的所在。传出枪声了后，当地附近的警察嘛随赶到位，现场是聚集真侪民众，救护车赶紧把受伤的人送去病院。警长莱斯特表示，涉案开枪的有几个人，目前拢要当地找。调查人员已经伫咧现场收集物证，嘛呼吁民众会当到3天来提供线索。Investigators are working to identify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is horrific act. We know that a large fight took place just prior to the shootings, and we have confirmed that there are multiple shooters. As a state and as a nation, this senseless epidemic of gun violence must be addressed. How many unending tragedies does it take before we begin to cure the sickness in this country? Let us be honest, this is a sickness. 根据枪害暴力档案网站统计资料，美国包括自杀在内，一年有4万人因为着枪死亡。萨卡缅多这届伤亡真严重的枪击案，后面会阁一届引起美国社会枪害暴力甲持有合法武器的辩论。不过，恐惊嘛会甲过去所有的枪击案同款，未对这个国家持有武器的文化造成任何影响。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中国疫情是搁再定力严重，上海有899个人确诊，为着要切断这传播链，上海今仔日开始要甲规个上海2500多万人做 PCR 采检，拿掉1号证关来，连军队也调来斗3天。医护人员请民众准备好，会陆续为因采检，因为中国疫情滚价，车3通报确诊13137例，无症状就11771例。其中上海就增加9000多例确诊，车3全市快筛了后，车4展开全市的核酸检测。4月3号，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25例和无症状感染者8581例，其中425例确诊病例均被诊断为轻型。测试透早1号至港到每1号敲门提醒上海市民爱去采检，因为核酸检测爱真侪医疗人力，中国各省的医疗团队拢去合作，军方也派2000多人支援。天津援沪的医疗队刚刚抵达虹桥火车站，现在他们通过大巴将直接赶往驻地。未来他们在上海将参与到1线的核酸采样。我们医护院选派了23位医生、83位护士，其中包括呼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儿科等专科的专业人员。上海封城了后，台商当天，苏州、昆山也升级防疫措施，爱企业轮休管制交通，好亲像封城同款。内底有面板大厂友达、大工厂、黑色等，还有玻璃大厂大宝甲袂少下开产业链，拢伫昆山设厂，产能占比伫3成，那封城时间又长，影响真大。我们员工住在厂内宿舍的。生产是还可以，但是我们多花一些加班费，库存会满，就生产就有问题，要减产。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碧峰也是大埔董事长，就伫昆山设厂，伊承认产能确实受影响，好加在工厂员工宿舍，只好要求员工驻厂加发加班费来应应。记者综合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日宣布，伊袂再拼连任，强调是家庭因素。林郑月娥对2017年就任以来，经过反送中甲疫情，这两项代志拢处理了无好势，听讲中央对伊的表现无满意。后一任特首选举是在5月初8，香港媒体也在要讲，上届有力的参选者，真有可能是政务司长李家超。本人將不會參加第6屆嘅行政長官選舉。換句話說咧，我將喺今年6月30日就完成咗行政長官5年嘅任期。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這時宣布不愛競選連任，表示這想法早在去年就向中央表達過啊，也得到理解甲尊重。伊不愛連任嘅唯一考慮就是家庭因素。呢個意願嘅背後嘅考慮得一個就係家庭啊！我都同大家講過㗎啦，我嘅屋企人咧係我最優先係要考慮嘅嚇。林郑月娥表示會繼續抗疫工作，甲籌備5月初8要進行嘅特首嘅選舉。另外，林鄭身為首任嘅香港女特首，2017年上任以來，一度致力來修補行政甲立法嘅關係，不過也無辦法甲泛民派得到和解。尤其在2019年提出逃犯條例修訂，引發反送中運動，影響整個香港。900萬人行進回路遊行，到立法會一帶大規模來衝突，香港局勢登上國際版面，並且正係焦點。無多一些民怨傳出中央對着林鄭月娥的治理能力是感覺不滿，所以講2020年直接推出港版的國安法，無需要經過香港本地立法，北京徹底提回主控權。我點樣去買港？我喺呢度土生土長，我同所有香港人一齊喺呢度成長。我對於呢個地方嘅愛，令到我作出咗唔少個人嘅犧牲。政治情勢緊縮之下，香港個面臨疫情嚴重衝擊。香港第5波疫情超過900萬人去圍掉，醫療體系攏崩壞。伊擱再用批評對抗疫情做無好，更加予中央來調見，因講已經失去連任嘅可能性。香港媒體報道，下屆特首上可能嘅連選將是警察背景，最貴保安局長態度真強硬嘅現任政務司長李家超。特首嘅提名是初三開始，16結束，5月初8進行選舉。其中李家超也未表示態度。另外，香港前特首梁振英也是熱門嘅連選，不過這種各種風聲攏有，顯示北京也無找到一個真正滿意嘅特首嘅連選。記者綜合報道。巴西紐約伫禮拜四受到大水河的吞踏，做大水又個水崩山，甚至有臨家厝去或者沙石砍落來，也因為有人安尼死掉來死亡。迄電廠是趕緊停止運作，目前尚無有16個人佇這場災難當中過世。大塊土石管的徛喺內底，樹仔也攏規萬起來。巴西里約熱內盧州拜六遭到大水河侵襲，雨勢真大閣真急。在沿海地區引發嚴重的大水甲崩山，部分民眾未會走，結果真不幸予土石滑台。Quando eu cheguei aqui, estava tudo caído já. A gente tentamos resgatar. Sou nascido e criado aqui dentro do bairro Monsoaba, né, cara? Aconteceu algumas coisas, já aconteceu, mas dessa magnitude foi a primeira vez, né? Um momento muito triste, né? Muitos amigos, familiares perdidos aí. 救援人員趕緊出動大型的機具，在大雨中在找生還者，不過也有家屬得到失望的消息。以員工出名的士兵小店帕拉蒂發生一個老母甲6個囡仔遭到活台死亡，敢若剩一個囡仔活落來悲劇。另外，在海邊社店安哥拉王室也傳出土石流，甲徛家攏砍了。另外，當地也因為雨勢傷大，地方的官員趕緊甲核電廠關起來，以免造成更加大的危險發生。總計到2月時間初3為止，這場災難已經奪走至少16條人命，有3個人失蹤。總統波索納羅已經派出軍機來救援。實際上，這已經是里約州近來第2擺的重大天災。2月中旬，北部山城貝德羅保利斯則因為土石流造成大約240人死亡。專家指出，氣候變遷和巴西氣候無正常，所帶來災情是更加嚴重。當地氣象單位是警告，未來幾天雨勢也會繼續落，民眾因為愛提高警覺，做好防災準備。國際新聞，齊婉玲編譯。
咱台湾头一座过来拿奖是由台湾设计师李正涵甲吴美两个人替《北瓜浪》这张专辑做包装设计。因为得奖感言也讲到台湾是美丽和平的国家，欢迎全世界的人拢来咱遮做人客。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事先也录影片参加颁奖典礼，伊呼吁音乐创作者爱用音乐来讲乌克兰的故事。对颁奖人手的接下奖座的台湾设计师李正涵，随后甲交互甲合作的迄盘EP手的两个人的得奖的感言，交由翻译的朋友来发表。这摆得到格莱美奖专辑包装设计奖项的肯定，两个人互台湾搁再在国际舞台上互人看到。We're from Taiwan. Thank you. Taiwan is a beautiful and peace-loving country. 用电纸棒慢慢贴起来的山脉到海岸，通往大海。东海岸壮丽的山海景色由此来浮现。这张专辑叫做《北姑浪》，是阿美族人在丰收也是工作了后所举行的乐舞庆典。由董事长乐团甲二代马兰吟唱队合作，唱出人甲土地的连结。用山脉构成歌手和族人唱歌的样子，向着大海散播他们的文化和音乐，有着要把他们的声音散播到全世界的一个能量，这是我当初在做这张专辑一开始的出发点。35岁李正涵甲23岁吴美合作，年岁虽然差10几岁，不过工作态度真强势。两个人伫后台接受访问时，特别讲到台湾是爱护和平的国家，也希望为乌克兰来发声讲话。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伫这场音乐盛会上呼吁世人莫对战争拢点点，更加希望音乐人用音乐来讲到因的故事。We defend our freedom to live, to love, to sound. On our land, we are fighting Russia, which brings horrible silence with its bombs, the dead silence. Feel the silence with your music. Feel it today to tell our story. 另外，这摆格莱美奖专辑包装设计奖项，也有另外一位台湾设计师肖清勇入围，以前后6摆入围，可惜这摆无摕到奖项。伊伫面册恭喜对手，也表示要伫赌城失落2天。最后，伊感谢家庭甲爸爸妈妈。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要压制炒房，伫去年12月，内政部通过修正草案，若准炒房者上当会当罚到5000万，或者是关3年。不过，爱关3年的争议有较大，若违反自由市场交易原则，甚至有可能会违背宪法。即马有风声讲，内政部已经主动把这个条文汰掉了。也若有未处禁止换契约转赔，若准当到这调职或者是非主管离职等等，都会当排除换约的限制。新北市五股区有修新建案，1到36坪，2房到3房，每一坪上价计花个35万，3房总价也要花2000万。主卧的话，这边呢是可以去做到一个更衣空间。市民廉价确实无受到329短期的加持，看厝人无亲像以往遐济。不动产代销业者坦白讲，因为员工看无投资客，来看厝民众差不多拢是要家己住。以自住客为主，对，那投资客的话可能占1成吧。内政部打击差价厝价，推出禁止有售厝换约转卖手法，大大来影响有售厝市场。最近真侪投资客要卖厝，尤其是台中市最近出现上百户有售建案伫市场等待被卖。什么市政爱乐啦、北屯的心之所向，禁止换约以后，这些客户如果说他觉得获利不够，很多人就觉得可能等不了那么久了，希望赶快下车。不过，内政部去年底推出打击差厝价5大做法，争议真大。其中有售厝禁止换约转卖部分，内政部倾向采房地合一税2.0的模式，订定排除条款，若是调职非自愿离职，会使排除换约限制。另外，差厝价相当处3年以下刑责，内政部已经主动来删除。有罚款吧，因为如果他真的有钱的话，他就去付，没关系。刑责跟罚金两者兼具，我觉得是从民众角度而言，我觉得是可以去评估的。法界学界是认为应该先清楚定义什么才叫做差厝价，避免民众卡不到方法，而且以刑法来定法手段相当，触杀无辜的可能性真悬。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议会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会全部禁止电子烟加加味烟一寡商品。不过，早起全国家长会长联名举办一记者会来批评，虽然政府禁止这电子烟，若准开放加热烟，可能会害这9年以来伫咧做烟害防治成果全部曝光去，呼吁这加热烟甲电子烟是拢袂当卖。 为着避免成瘾烟品结合着青少年，卫福部推动烟害防治法修法，加强管制电子烟，禁止加味烟。但有家长团体就烦恼，修法也是有漏洞。加热烟只要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就会使搁合法卖。搁有医师提出美国研究，讲加热烟甲电子烟同款，拢会害着青少年去治着急性时红性白血球血检，威胁着性命。加热烟内底同款有致癌物，包括水银、甲醛、乙醛、亚硝胺甲盐的成分。 一个16岁的青少年使用加热烟，导致严重的肺部伤害，结果一样要使用这个插管跟呼吸器，并且用叶克膜急救他的生命。 透早，全国家长会长联名开记者会，讲全国有超过9.5%的家长赞成政府全面禁止加热烟。不过，若即摆行政院版本的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通过，恐惊加热烟伫7月时就有合法管道，佫会使来卖。这颠倒是互台湾的烟害防治法佫行倒头路。 我们很害怕，我们的小朋友在不知不觉中吸食到对他们有害的东西，让电子烟跟加热烟都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圈里面。 家长团体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布，讲任何的烟拢一定会造成危害。不过，即摆的修法算是干那禁电子烟，继续开放加热烟，代志干那要做一半。连带已经决定要全部禁止的地方政府，拢得要重新开放，呼吁中央就应该全部来禁止，才通防止少年人佮受到烟品的危害。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着交通部的统计，讲台北市过去3年内，12岁以下囡仔伫车路的交通事故占所有囡仔交通事故的18%，其中有60%是因为过车路所发生意外。车驶伫巷仔，雄雄一个囡仔冲出来，无细日去弄着。 亲像安尼交通意外伫台湾常常看到，根据统计，台湾囡仔死伤原因第一名就是车祸，其中60%都是违过车路。以台北市为例，近3年12岁以下囡仔路人伫道路发生的交通事故，占整体12岁以下囡仔所有交通事故18%。 这6成当中，我们自己在细看数据的话，它事实上是以奔跑，在109年的时候413，国中呢事实上是784，可是一到高中2093，那意味着就是说，小学、国中啊都是汽机车接送，孩子没有行走的经验，一到高中的话，它事实上是国小的5倍。 监管基金会提醒交通安全爱自细汉培养，除了基本的看车灯以外，经过车路时阵爱看囡仔手道，会比看手较好。也记唔通伫车路对面画囡仔，才袂互因冲过车路。会牵着他一起过啊，然后让他看啊。而且有些我们是撒嘎汤的感觉啊，孩子会看不懂他到底要看哪一个红绿灯，绿灯才能走。然后如果没有车，就是赶快行驶。那如果 有看到车的时候，其实慢慢的走，这样就好了。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走，然后手牵手。我看到红绿灯的时候就会停下来。那边没有红绿灯的话，然后那个人就很少，我就看有没有车。 台北市警局也提醒囡仔用路行为，常常拢是学大人的习惯，所以家长爱做模范，随时注意囡仔动作，才能确保一切平安。记者综合报道。雪山今年的雪是落甲真高，是这5年来上介高的纪录。这落雪吸引真侪民众去爬山，不过根据统计，今年也是这10年来上介侪爬山意外一年。 另外，伫南投溪头有一个70多岁民众，去爬山所受伤，掉伫山里，要其实等2天，落尾顺利将救出来。伫咧湿淡的山区当中，搜救人员爱着72岁山友落山，伊1号到南投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爬山，尾仔为凤凰山落山，路程当中摔落去边坡受伤，又搁找无路，伫咧山区受困48点钟，经过南投甲中华消防局联合搜救，3号下晡总算是伫咧山谷发现这位山友。 这个点是我们发现失踪的老先生的一个。现在老先生由我们的搜救人员背负着，慢慢往山下一道。
毋但是溪头这边现象繁盛，各往北边来看的雪山雪季伫咧3月底结束。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统计，今年雪季的雪况是5年来上好，山谷的积雪一度来到90公分，但是总共也发生10件的山难事件，总共造成3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也是最近10年以来上悬。今年度的雪季期间，比较多的山难救助事件，初步研判是大家比较不熟悉。在雪地的一些冰攀，或者是一些确保的动作。雪管处强调，希望山友伫咧登山进前会使做好风险的评估，而且为家己的登山行为负起责任。登山的专家是认为，民众想要爬山，就要做好相关的训练，而且准备所有等等的装备，也建议主管机关会使来部分管制。记者苗栗南投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伫去年9月宣布，要伫嘉义的太保设一个嘉义科学园区。这三下晡成立咨询委员会，嘛替筹备办公室挂牌，按算后半年了后，就会当开始招抢项啊。公布9来，嘉义科学园区筹备办公室正式成立。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专感罗南参加接牌的仪式。南科管理局表示，后半年会开始招商，目前已经有10多间厂商表达意愿。中央投入70亿，未来产值400亿，就业机会6000人。我们预计大概在年底，那整个环评希望能够通过。那在明年的4月，公共工程可以动工，然后厂商可以同步建厂。嘉义县政府甲南科管理局昨做伙举办科技发展论坛，除了要来结合在地学界甲产业界资源，嘛希望会当吸引相关产业的注意。落实创新科技甲研发主流的目标，在精准健康、智慧载具以及智慧农业等3个主轴产业有这个会进行相关的招商，还有相关的产业把它吸引过来。这边有新的科学园区，实际上对学校老师的技术发展跟技术应用，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场域这样子。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怎样用农业智慧这一块来协助老人。他们去做在地的一个耕种。县政府表示，嘉义县老人多，健康甲智慧农业的发展真重要。配合无人载具、无人机伫嘉义县研发，希望会当替在地增加发展，提升产业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屏东的嘉东农会的绿色照顾站过去办真侪有意义活动，今年办的头一场活动特别邀请在地农民渔民做老师，开课程动手做艺术，这时代也拢做甲真欢喜。时代真认真咧做手工，甲无爱本色落架变做真有路的艺术作品，因是感觉心色佮有成就感。这个是嘉东农会绿色照顾站今年的头一场课程，民众也烧钱报名。安尼会使轻轻松松啦，快快乐乐的安尼大做，盛开心色啦。然后我们就指导长辈如何运用家中或是生活中平常可见的一些环保素材，如何制作成一些道具或服装。嘉东农会这个绿色照顾站是配合农委会计划，除了结合健康的概念照顾老大人，也利用在地花草和作物来设计手工的课程。而且今年是特别邀请家己人，包含社区的农民、渔民、在地青年来做老师。今年招生总共有40位的长辈，我们是希望说带给我们本乡的我们的长辈，他能有一个很热火、很快乐的一个平常的一个日常生活。我们也希望说利用在地的一些资源，然后在地的一些人才，提供他们有一个在发挥的一个舞台。农会未来也要开更较侪课程，让农村渔村老大人的生活更较健康和丰富。记者综合报道。会晓真侪行乐器的黄俊国退休了后，就注心伫咧音乐世界。伊早接到一台电子琴世界表演，伊希望把音乐的水传达给每一个人知影。舞台顶美妙的音乐声，互台下的听众听甲真享受。斟酌甲看，台顶并无伤侪乐器。这个东西它里面概括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不管是吉他。不管是管乐，所以我拥有一台电子琴之后，我就本身就是一个乐团。这位乐师是黄金国，自少年就真介意演奏电子琴。伊是咧做生理，暗时佫会去西餐厅兼差演奏。伊讲这是伊上大的娱乐。好像只是一个
赚钱的一个工具而已哦。但是我也要娱乐啊。这个音乐刚好是可以弥补我这方面的不足。黄金国退休了后，注心伫伊的音乐世界，而且黄金国所演奏的乐曲，唔单单是照别人写好的乐谱落去走，伊搁较注重的是安怎将乐曲成做传达感情的工具。曾经一个客人他点了一首歌，不用拍谁啊，老师，我跟你讲哦，我跟点这首歌我都掉眼泪，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老婆最喜欢听的歌。而且有你们演奏起来特别有味道。经验丰富的黄金国，甲其他乐手咧合作的时阵，会利用伊家己的经验，互演奏更较温暖。佫较是利用每一遍甲少年辈合作，甲伊的理念甲经验传承落去。比较年轻的老师，他们说：“哎，奇怪，同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弹可能就是很平平淡淡，但是老师你弹为什么会那么？”让我感觉那么丰富呢？他来问，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传承。黄金国表示，音乐是伊的第二生命。虽然伊已经伫工课场退休，不过伊伫咧音乐这条路永远未退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里港有一对家弟仔，因当到故乡种瓜仔，无下农药，佮用网络平台做买卖，人客会当收到上界青对产地直接送来菜色瓜子，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画面上所看到的这粒菜瓜，生甲圆圆肥肥，真好看头，甲市面上所卖真无共款。这就号做苹果菜瓜。农场主人江玉香、江进德这对家弟仔，甲老爸分工合作，节省选购土地，佮交互下骹两人种菜瓜装箱，动作是快速溜俩。一般传统丝瓜就是比较长条形，对我们苹果丝瓜它就是比较短小型，这样就比较可爱。现在苹果丝瓜也比较不会跟传统丝瓜这样比较不耐煮，就是比较会脆啦，脆甜这样。对，如果你要直接生吃，你其实是可以直接削皮以后，对，把它切片，这样吃起来蛮像那种软芭乐。这个苹果菜瓜，唔那种伫喺网仔市内底，而且个饲芳来交粉，规年冬天拢会当收成，食起来清甜啊清甜。瓜仔肉是又绵啊又绵，一条就通卖到80块。今仔讲解另外一块菜园，遮种的是瓜仔泥，甲苹果菜瓜同款，拢是用滴水压的系统。规块菜园维持甲真整齐，友善农法的种植方式，随慢落来生食都无问题。我们标榜是直接在田里，就是可以采起来，然后直接生吃的。我们是用那个安全农法去栽种的，所以它有引进那个蜜蜂跟那个以色列的滴灌系统。对，然后我们行销的部分主要是专攻网络行销，所以那个客源就是来自全台湾四面八方。现在农友开销路求进步，菜色免过大小盘，直接送到厝，介绍农民界定。像这瓜仔泥品质也好，一斤挺好卖到150块。江玉香表示，除了生产，未来嘛希望结合附近的风景区，甲学校合作实农教育，要让更较侪人了解基本的农业知识。记者综合报道。提过世界摄影大赛冠军的香港摄影记者高仲明，即马伫咧台北嘅客家亭举办伊头一届嘅个人展览后时代革命，希望用影像互大家关注到受人压迫、必须爱离开故乡嘅香港人。你看我的手法就是很亮，然后脸看不到。这张相片所翕的是2019年，因为反送中因素不得已来台湾的学生，香港知名摄影记者高仲明讲，这张是这的相片组甲内底，互伊印象上深的。他来的时候还没有想去学校读书的时候，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工作，就是想很努力的融合台湾社会。经历反送中，国安法通过，真侪香港人选择离开香港，转去别位打拼过新生活。不过，因的心内却不是真正平静。高仲明讲，伊所翕的14个人物，大家拢无想要互人认出面貌，所以伊就用曝光的手法表达因的心境。只是已经来了一个很自由、很光明的地方的国度，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是
还是很害怕，还是惧怕在香港他的家人有问题，所以也不能见到他们的面。高中明表示，用后时代革命做展览的名，一方面希望大家通了解这寡被逼离开故乡的香港人所落来处境；另一方面，也希望各界继续关心香港议题。展览会到4月中左右。记者伫今日徐凯台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6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6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同款时间，咱再相会。